如果你预算是1万左右，想买这新手机，那你可以考虑它。今天和你分享这支三星的 A36，以近期来说啊，如果你预算是1万左右，选它我觉得非常不错。来，3个理由告诉你。它的规格是8G 的 RAM， 再搭配256G 的容量，基本上你日常拿来刷影片、滑社群、玩点小游戏都 OK。这种规格用个2-3年也是没问题的。这次的电量有5000的毫安，但是重量就195克，所以你用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手酸，这一点真的非常加分。相机的部分它主镜头有5000万，再搭配800万的超广角，前置也有1200万，基本上不管你是要拍人、拍景都没有问题。再来它的前置有 AI 加持，所以在低光源拍也是 OK 的。最重要就是价格啦，以目前市面上1万出头，规格、品牌、耐用度来说，我只推荐它。最重要的是这支它的建议售价是14990，我不接受它的建议，因为我只给你10700。只要你追踪我，再加码送你保护贴、保护壳，所以想要的朋友们私讯我吧。